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南新化区的大溪里有几啊栋连栋的透天厝，你甲看这个外墙外壁，生甲炭卡拢是青色的实物。这个网友讲这是历奇人好客的厝，最近真侪人来翕相打卡。不过这几栋老仔厝经过2届的大地震，再加上这个建筑物拢无哪吒、无栏杆，已经是真危险的大楼。这个厝主特别来挂布条，叫人唔当入去，但是也是有民众讲袂听，硬讲入去。伫网络顶面找历奇人好客的厝，就出现这款的相片，青色的建筑物翕起来真水，不过外口挂红色布条啊，写讲危险，请唔通入去。共款就真侪民众直接爬起哩。就是这栋无人得住的透天厝，拢发草田，好天时啊，看起来特别青。虽然敢若5层楼高，不过位下看起来，感觉这个建筑物特别大座，所以讲，有网友称之为历奇人好客的厝，是讲都提醒讲已经危险啊，共款有真侪人入去啊翕相。昨午的计程车摆偌长呢？可是它是围楼哎。对啊，那就外面拍拍照这样子。这栋透天厝已经超过40年的历史啊，看起来暗中危机。这是阮家联络地主吼，因随来挂这个警示的迄种红色布条，因为惊有游客吼入面发生危险啦吼，要翕相打卡吼，爱小心咱这个车辆的问题，吼啊有这种咱。这栋老屋的结构安全问题啦。若是入去翕相，厝主若要追究恐惊、各有犯法的问题，尤其真正爱自律，千万唔通为了一张相片，摕家己的性命滚生笑。